好，来继续来看中天新闻台换照的听证会，今仔日来举行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请来传播、财经、法律、公民团体等等的专家学者来做鉴定人。这个内容包括中天的新闻是毋是有营运不善，外界是毋是有不当来干涉，还有违规财法的案件上侪等等。啊，这个中天新闻上大股东，也就是旺中集团的董事长蔡衍明亲身来出席。不过，伊是全程拢交予律师代表发言。旺中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亲身出席中天新闻台换照听证会，表情真轻松，拢由代理律师发言。听证会内容包括中天新闻敢有履行进前换照付款、改善事项、营运不善、违规罚钱案件伤济，避免外界去干涉新闻的代志等等。5件确定的金额是133万，还没有确定的财阀案件，可不可以作为准以换照的衡量因素，产生后续呢可能巨大的国家赔偿的一个问题？由学者组成鉴定人，多数议员认为中天是罚钱上济，新闻台无法度落实查证公平原则。我认为中天新闻台违规财法的案件显然过多，自律内控的机制显然失能，营运显然有不善的情势。中天要求 NCC 提出鉴定人的资料，勿阻止庭税进行。请你不要来扰乱，我们照我们的程序进行。我不是扰乱，请消音。行政都会进行最公正的审理，政府不会干预。中天新闻的执照伫12月初10会到期，伫今仔日听证会结束后，11月 NCC 的委员会做最后的审查，是交代报告换照敢有成功。